支唔支持即係狗仔可以入食肆呢個牌？唔係好支持。支持。你咧有冇意見？我接受到寵物入去食肆。當然唔支持啦。點解嘅？人始終人，嗰個狗始終就係狗，一定要規劃咗清楚啲。啲狗仔會嘈啦，咁啊都會影響啲食客啦。另外就係可能即係啲大小二便嗰樣嘢。因為狗仔都係屋企嘅一份子。有啲食肆有啲狗仔會覺得好得意。我冇養動物，但係我中意動物咯。而家有唔同情況咧，都可能有啲爭執出現啦。即係你點睇咧？我都係坐喺一邊睇食花生咯。政府喺7月9日實施新修訂規例，容許顧客攜帶狗隻進入食環署指定食肆，寵主開心。但措施生效並唔係人人叫好。而呢場人寵共融嘅里程碑喺現實中又有乜嘢終極考驗？等大數據話你知。根據 PressLogic 旗下數據驅動分析系統 MediaLens 數據，關於狗隻進入食肆話題，最熱門且最具代表性嘅10個搜尋關鍵字眼包括狗狗友善食肆名單、寵物友善、人寵共融、狗主自律、偽友善、玩爛等等。新措施背後反映香港社會對人寵共融議題嘅分歧。今集 BF Lens 帶你透過鏡頭深入探討呢場上億規模嘅寵物市場要點樣發展落去。呢隻叫 Sonic 啦，今年4歲。Sonic 活躍少少啦，開頭就好難可以坐定定喺啲餐廳度噶啦。咁呢隻咧叫 Soba，咁佢就比較文靜啲嘅。兩個品種都係啲 active 嘅品種嚟嘅，咁所以基本上每日出2次咯，最少。Howard 係一名寵主，養咗一隻邊境牧羊同埋柴犬，同時亦都係認證嘅專業訓犬師。狗隻准許進入食肆措施生效之後，佢亦帶同2隻狗仔去指定食肆體驗。呢間餐廳我啱啱入嚟嘅時候咧，佢就俾咗個指引我，話俾佢知狗仔如果要上梳化，一定要鋪張氈啦。咁佢亦都安排咗一部分嘅座位係就係專係俾寵物坐嘅。咁我都覺得幾好嘅就係佢 at least 揀咗一個比較靜啲同埋靠邊啲嘅環境，狗仔就會坐得舒服少少咯。以往我就可能會去一啲 cafe 類比較多嘅，嗰啲通常就環境就舒服啲嘅，係啦。咁但係我都會想試下去可能啲中餐啊，即係可以飲茶酒樓嘅地方，係啦。咁但係可能我就要觀察下先，因為我都驚有時環境太嘈雜，狗仔會一下子唔適應。實施之後，又係咪真係可以令食肆生意有所提升？暫時咧就會係分開唔同嘅區域，大部分可能有90%嘅台都仲係一個正常嘅區域，但係有10% 嘅台，大概4至5張台咧，咁我哋就會劃咗做一個狗狗嘅專區啦。有狗仔嘅咁就會優先去坐啦，盡量係俾一個邊位啦，就唔會係一個中間位。大概你話上升就大概5至8% 左右啦。始終我哋就唔係話成個餐廳場地都係開放，咁我哋上升嘅幅度都始終會有個限度。其實而家食客嘅話，其實係開心嘅。以前就辛苦啲，帶狗仔出嚟要去一啲戶外嘅地方食飯啦。咁而家實實在在佢哋可以喺個室內嘅地方食飯，就會多咗依個群眾嘅消費者咯。我琴日都聽咗一張台就講，可能係1個月其實佢哋帶本身可能帶1次2次咁樣，但係佢今個禮拜已經係帶緊佢哋出去3次食飯。業界當然啦，之前我哋都期待嘅。咁而家係觀望，咁我哋其實行咗1個禮拜多啲啦，運作都係理想嘅。咁啊見到嘅問題唔多。咁當然啦，你可能最關心嘅生意額其實都而家我哋問咗啲業界，咁佢話生意額就好似多咗，但係未必完全關呢個寵物經濟嘅關係，因為始終你暑假，咁所以就再要長少少時間再睇下喺生意額幫助上面會係點樣咯。隨住新一代寧願養寵物都唔生育，寵物經濟越嚟越受到關注。根據政府統計數字，全港超過24萬住戶飼養貓或者狗作為寵物，總數超過40萬，衍生龐大消費，例如寵物美容、保險、訓練等等。睇返坊間調查，港人平均每月寵物消費額達2086港元，寵物市場每月規模達5.2億，每年就有62億元。不過咁大嘅寵物市場，亦未必人人分到一杯羹。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早前就表示，收到11宗已獲批指定食肆選擇退出申請，有餐廳想加入，亦有人離場。業界又點睇？其實首先你要明白啦，狗隻進入餐廳其實係禁止咗幾十年。咁你呢個條例一行嘅時候，你唔會預計佢完全無縫接合啊，冇任何問題。咁所以而家磨合上肯定會有啲問題，譬如就寵主唔了解個情況啊，有啲分店覺得自己環境唔適合。咁而家我哋同政府開會，佢哋嘅做法都係將呢啲可能有啲餐廳覺得自己唔適合嘅，就會俾咗我哋一啲之前申請嘅
咁佢哋係有個number 係跟住排名落去噶嘛，咁就會即刻俾翻呢啲申請咗嘅餐廳。根據食環署數據，截至7月16日，署方巡查各區非獲准食肆逾780次，發出共10個口頭警告。巡查獲准食肆超過7500次，向其中2間持續違規嘅獲准食肆持牌人發出警告信，並喺17日向荃灣一間非獲准食肆提出首宗檢控。比較大嘅問題其實就可能係啲寵主帶寵物嚟嘅時候，佢未必咁了解個法例啊。譬如佢嚟到，佢可能會要求攞啲餐具俾佢寵物啦。原來佢入到嚟，原來佢哋係冇呢個狗繩啦。咁但係我覺得整個大方向咧，其實我見到整個營運上亦都唔係有好大嘅問題。其實我哋香港有17000幾間餐廳，咁其實只係得900幾間係有寵物入去。咁所以你話哇有啲爭議，客人話覺得喂影響咗佢哋。簡單嘅嚟講就係好似你入到嚟茶樓咁，你同我講話喂我想鋸扒喎，其實你有好多選擇，呢度冇得鋸扒噶嘛。即係寵主有選擇，其實其他嘅食客都有選擇，佔嘅 percentage 都唔夠10%。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對整體嘅客人又唔係好大影響。困難上面暫時就冇話好多，咁但係咧就可能係有電話就會諮詢翻我哋，之前已經預約咗台㗎啦，咁佢哋就會反映就係見到你哋有狗仔牌喎咁樣，咁你哋會點樣安排我哋㗎？咁因為我哋唔想隔離有狗仔喎咁樣，咁我哋其實都會話翻俾佢聽，預約咗，其實我哋一開始都唔會擺你喺狗仔專區裏邊㗎啦。其實大部分客人都會接受呢個安排，亦都覺得咁樣安排其實已經幾好。我哋想盡量地保持住，唔好影響到大原則，因為有好多人本身離開我哋嘅餐廳，其實都係冇帶狗仔。咁我哋希望盡量攞個平衡，互相可以尊重到。餐廳盡做，但亦有聲音將矛頭指向狗主。早前網上有貼文指有狗隻上台共用餐具等等，引起討論。有立法會議員就認為措施需要軟件同硬件配合，唔能夠將寵物友善視為理所當然，否則會玩爛政策。如果你問我即係出唔出奇有一個咁嘅討論，我唔覺得咁出奇嘅。而我覺得個問題在於2樣嘢，第一咧，首先就係硬件同埋軟件上。拿個比喻就係話一啲譬如快餐店啊、茶餐廳啊，或者一啲中式嘅茶樓咧，佢哋其實即係雖然個地方未必係真係咁細，但係佢哋嗰個本身嗰個硬件上，譬如餐桌同餐桌之間個距離唔係咁大啦，個 turnover 會比較快啦。我唔係話快餐店係唔應該去申請，我覺得政策嘅原意就係唔會限制呢一個市場嗰個發展個空間。但係當你申請嘅時候，你就要考量就係話，我嘅硬件是否係適合呢一個政策？而我若然係要將佢變成一個寵物友善嘅空間，我要點樣將我硬件係去配置？軟件就係寵主啦，寵主亦都唔可以即係覺得係粗俗啲講句叫老馮，就話你係你寫到明係可以寵物友善，我就帶狗入去，我就可以做任何我認為我可以做嘅嘢，呢絕對係錯嘅。寵物出行嚟計咧，你唔係淨係喺餐廳需要去留意整體嗰個要顧及其他人嗰個要求。其實你只要你行出你屋企門口，等緊 lift 又好，點都好，係一個公共嘅空間，你已經其實係要考慮側邊嘅人嘅睇法㗎啦。咁唔係淨係喺餐廳。啟德呢一區向來都係狗狗天堂，唔少商場都係寵物友善。有區議員就認為，發展寵物經濟，除咗食肆本身點樣適應，區內商場同埋整體嘅社區配套亦同樣重要。而家我哋九龍城區咧，總共有最新數字就63間嘅狗隻友善嘅餐廳啦。咁啊，如果講到我哋呢邊嘅啟德咧，就48間。咁淨係講呢個商場咧，都已經有11間㗎啦。啟德咧都係好寵物友善嘅，見到我哋車站廣場啊，其他嘅海濱嘅地方咧，其實都係一啲寵物嘅共享公園啦，係啦。咁所以好多寵物嘅家庭咧，有寵物嘅家庭咧，都會喺呢邊去玩啊、住啊，亦都有引嚟一啲外區嘅市民嚟啟德呢邊嘅商場係吸引嘅。咁但係喺周邊商場周邊嘅配套都好緊要，整個區其實係都幾寵物友善，亦都係好值得去推行呢個嘅寵物經濟咁樣。所以我覺得喺唔同嘅商場，佢哋會有自己嘅唔同嘅配套，有寵物車可以免費提供啊，亦都有啲寵物清潔嘅用品，如果有情況影響到嘅，都會提供俾你哋。咁所以我覺得呢方面其實係對於寵物嘅安全之外咧，亦都係希望冇養寵物嘅朋友，佢哋都會放心。唔同嘅區份咧都有唔同嘅一啲嘅情況嘅。
咁可能有啲地區可能餐廳想做寵物食肆啦，但係附近嘅康文署嘅環境咧係因為歷史原因咧，暫時未係呢個嘅寵物共享嘅公園。咁有時呢方面就可能要喺即係喺地區上面咧去睇下一啲場地。始終我哋講緊點樣做好寵物經濟，除咗係場地本身啊，或者係餐廳本身，其實都可以好多地方可以推行。目前首階段設有1000個食肆名額，全港至今有超過940間食肆獲批。政府之前曾經強調，計劃仍然處於磨合期，暫時未有需要暫緩計劃，亦無意規管合資格申請食肆嘅種類同面積。咁未來措施又可以點樣行落去？多方面嘅宣傳同埋教育，當然你會有個幫助，但你冇可能可以教育其他人話我要你接受，我希望你接受，都教育你接受。香港係一個人寵共融嘅城市，等等等，唔可能嘅。咁所以你一定要靠硬件同埋軟件嘅配合，先至可以令到唔養寵物嘅人都覺得，咦，其實我哋都可以共存喺同一個空間。你其實所有嘅環境因素係要配合嘅。其實喺審議呢一條法例嘅時候咧，都有提出就係話係咪唔應該公平抽籤咧？可以分級啦。譬如你 A 級係絕對適合啦，硬件係適合啦。B 級係有部分嘅硬件適合，有部分硬件唔適合。C 係可能係硬件係唔適合，俾個空間佢去將你個硬件係去調配。我諗最 basic 就係我哋起碼都滿足咗狗仔嘅需要先，係啦。即係譬如我頭先上嚟之前，我都 at least 喺附近同佢哋 walk 咗一輪先，再加上少少 training 啦。自己覺得就係我哋去 pet friendly 餐廳，其實都係要求狗仔陪我哋去食嘢，多過佢哋真係好 enjoy， 即係唔似我哋去帶佢哋草地公園，真係佢哋真係有得跑，真係有得玩。咁所以我就都會小心啲揀個環境嘅。咁at least 一定係即係寬敞啲嘅地方啦，一定會揀啲盡量靜少少嘅時候去啦。咁 make sure 佢哋都有一啲好嘅 experience。你又點睇狗隻進入食肆牌照嘅議題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哋聽。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 我哋下集再見。想睇更多精彩內容，記得訂閱我哋 Business Focus YouTube channel， 撳埋個鐘仔。仲有 download 個 app， 咁就唔會錯過最新嘅財金經濟資訊。如果想傾廣告合作，可以用呢個電郵聯絡我哋。